上集我哋睇過一個紅磡區嘅單棟式新樓盤首匯之後，今集呢，我哋繼續留喺呢區睇埋另一個新盤，佢呢就係首岸。究竟佢喺風水上又有咩特別呢？我哋即刻去睇下。今集嘅首岸係喺紅磡嘅庇利街1號，成個項目有4座，分為4期發展，總共提供1296個單位。而今次推出嘅第3期第1座，大概有360個單位。大家可以見到啦，佢仲喺度起緊嘅。至於個關鍵日期呢，就喺2027年嘅8月尾。我喺呢度同大家宏觀咁分析一下首岸嘅地理位置先。成個屋苑喺紅磡區嚟講，都算係近幾年比較大嘅項目。大家可以睇到啦，佢成個項目係起喺一個好似 T 字形嘅地段上面，而且亦屬於舊區裏面，所以包圍住佢嘅都係一啲半新舊嘅樓。原則上佢同附近嘅建築物之間相對比較近，感覺上都有啲壓迫感㗎。而首岸呢4期總共有4座樓，佢哋大致上都係採取咗坐北向南、坐南向北、坐東向西同埋坐西向東呢4個四正嘅線道作為立向。一般嚟講，喺風水學上，四正嘅立向線道都係相對比較穩陣。當然啦，仲需要了解埋佢外局嘅巒頭係咪配合先得㗎。今集我先集中分析一下第1座嘅坐向先，睇下理氣同埋巒頭算唔算配合。我用咗羅間實地去勘測，加上發展商網上提供嘅資料結合嚟研究，得出咗以下嘅分析，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。首先第1座主要分為3個朝向。其中 G 至到 M 嘅單位大致係採取咗坐北向南，呢一個屬於旺人丁嘅線道。呢啲單位比較多係屬於兩房嘅單位，景觀係以望住對面一個喺2021年年中落成嘅單棟式物業啟岸。而啟岸本身嘅樓高同今次嘅首岸相差唔遠，所以原則上都係以樓望樓為主。外局巒頭同埋理氣都唔算配合。呢一種立向嘅線道只係一般嘅啫，唔算特別多旺。但係向庇利街近身嘅一邊門口位對出，有一條右水倒咗嘅橫向車路，而且呢條庇利街同馬頭圍道嘅交界啱啱好有一個行人過路位，形成咗一個聚水嘅功效。如果撇除咗噪音嘅問題嘅話，呢一種右水倒咗嘅格局喺理氣上亦間接有利向呢邊嘅單位，特別係從事一啲管理啦，又或者紀律部隊嘅人士。至於喺催財方面我覺得將來入伙之後，可以透過室內嘅風水佈局設計去做返一個助旺嘅效果會好啲啦。好啦，跟住又講下向相反方向嘅 A 至到 D 嘅單位。向呢邊嘅單位有一半係屬於3房單位嚟。至於呢邊嘅單位大致係採取咗坐南向北作為主要朝向，係立喺一個旺財嘅線道上面。呢啲單位主要係望住內園嘅露天泳池啦，同埋同屋苑嘅另一座為主。景觀上相對較頭先向庇利街一邊嘅單位開揚，而且向呢邊亦都有一個藏風聚氣嘅內園位，加上有泳池呢種真水嘅聚水功效。對於呢種旺財嘅線道嚟講，相對有利。我認為向呢邊嘅單位以中低層比較高分啲啦。至於最後 E 同埋 F 嘅單位，佢哋係採取咗坐西向東作為主要朝向，單位嘅景觀主要係望住馬頭圍道一邊，亦都係以樓望樓為主。線道上唔算係理想，加上馬頭圍道係屬於流量同埋動向大嘅車路。呢種外局嘅巒頭水路同線道唔算係配合，所以我覺得呢3個朝向嚟講，最低分嘅應該係呢邊啦。我認為將來入伙之後，如果係透過室內嘅風水佈局設計去做返一個平衡同埋助旺嘅功效，會好啲啦。總結一下，首岸成個項目喺地段上嚟講，算係中規中矩。當然啦，屋苑以外嘅巒頭景物未必可以完全配合，但係由於佢自己佔地嘅面積比較大，所以某程度上亦都造就到佢可以透過自己嘅內局設施，包括內園同埋泳池，同大廈本身嘅線道互相配合，所以都算係一個加分嘅位置。綜合嚟講，我會俾一個中等嘅分數佢。如果大家想睇到我更多嘅風水命理、面相掌信同埋易經嘅節目，歡迎subscribe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撳埋呢個鐘仔，仲可以 follow 埋我哋嘅IG 同埋 Facebook 㗎。